有些人的眼睛总是紧紧盯着别人，旁服他人的行为才是评判世界的标准。他们对别人的过错了如指掌，甚至能够毫不留情地指出别人的缺点，却对自己的问题毫无察觉。他们能够准确地说出别人的贪婪，却从未反思自己的吝啬。他们能够讥笑别人的愚蠢，却看不到自己的无知。这样的行为无处不在，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。但当我们停下来思考时，会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我们的镜子，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影像。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行为时，是否能够及时反思自己，这才是关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对他人评头论足，无论是在工作场所、家庭环境，甚至在网络世界里，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总是有着极大的兴趣。他们评论别人的选择，指责别人的行动，却很少愿意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自己。比如有人抱怨同事工作懒散，但自己却经常拖延工作；有人指责朋友斤斤计较，但当自己遇到利益问题时，却同样难以放下计较的心态。这种双重标准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判断，使我们难以真正看清事情的本质。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时，这往往是一个提醒我们自己是否也有相似的问题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轻易发现某些缺点，往往是因为这些特质或许也隐藏在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只是我们选择忽略。举例来说，当我们对某个人的自私感到不满时，我们是否曾经思考过自己是否也有过类似的行为？当我们对某人的傲慢感到厌恶时，我们是否曾经表现出类似的态度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，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无意识间犯下自己最厌恶的错误。有时候，别人的行为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愤怒，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感受。当我们看到某个人需要自己的成就时，如果我们内心平和，并不会感到特别不适，甚至可能会替对方感到开心。但如果我们内心有某种不满，或者我们曾经渴望但未能达成类似的成就，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对这个人的行为产生反感。因此，当我们对某些事情特别敏感时，这可能是一个信号，提醒我们需要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人类的心理有一种机制，当我们无法正视自己内心的缺点时，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缺点投射到他人身上。心理学家称之为投射效应。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何我们对某些人的行为特别反感，却没有察觉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。例如，一个害怕被批评的人，往往会更容易批评他人；一个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，可能会特别注意别人的不稳定行为，甚至对其产生敌意。这种心理机制让我们无法真正看清自己，也无法客观地看待别人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被这种心理机制所操控，而是试图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。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并不容易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不足。然而，正视自己的缺点并不代表要贬低自己，而是给予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，我们才能够开始改变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宽容。当我们学会用同理心去理解别人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或嘲笑时，我们会发现世界变得更加和谐。我们会发现，原来很多我们不满的人，其实与我们并无太大差别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他们的行为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缩影。此外，当我们开始对别人的缺点产生强烈情绪时，我们应该停下来问自己，为什么这件事让我这么生气？这样的反思有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内心，也让我们能够以更客观的态度来面对问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别人的愤怒，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不满。当我们无法接受自己内心的某些部分时，我们会试图通过批评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问题。但当我们愿意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时，我们会发现这种愤怒其实是多余的，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以更宽容的心态去看待世界。这样的心态转变，不仅能够让我们减少无谓的烦恼，也能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融洽。当我们不再急于批评别人，而是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时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平和，也更能够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连结。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忽视别人的错误，而是意味着我们应该用更理性、更成熟的方式来面对问题。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建议，但不应该带着批判的态度，而是应该用同理心去与对方沟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镜子，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优点与缺点，其实都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内心。我们之所以欣赏某个人的善良，是因为我们内心也渴望拥有这样的品质。我们之所以对某些行为感到愤怒，是因为这些行为可能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情绪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自己。这样的觉察能力，
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中少走许多弯路。我们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指责与批评上，而是能够更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我们不再因为别人的行为而轻易动怒，而是能够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世界。当我们学会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，并以此来提醒自己时，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丰富，也会更加接近真正的智慧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时，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这个人是否反映了我们内心的某部分？这个人的行为是否触动了我们内心的某种情绪？我们是否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？这样的思考方式将会让我们对人生有更深的理解，也让我们在与人相处时能够更宽容、更平和。因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镜子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时，我们其实也在看到自己。